炒股唔使驚 ，Ben 哥喺大廳。如果你手上面嘅股票出現呢條大陰線，係咪會嚇到面都青啊？大長陰到底有幾恐怖呢？加多一個大量，你就知道有幾恐怖啦。量越大，恐慌情緒就越大。但係成交量嚟講，有幾多賣盤就有幾多買盤，因為股市係撮合交易嘅市場。咁到底邊個喺度買，邊個喺度賣呢？就要睇呢隻股票嘅股價處於乜嘢位置啦。位置會話俾你聽，大概率邊個喺度買，邊個喺度賣。譬如將大陰大量放咗喺呢一隻股票上面，高位出現大陰大量，賣出嘅更多係主力，買入嘅更多係散戶。就算偶爾會有接力換手，亦都需要第二日去驗證。所以如果你揸住呢隻股票，盡可能走得到嘅都要走，就算走錯都要走，然後股價出現連續嘅下跌。但係如果將大陰大量放咗喺一隻股票嘅低位，結果可能就唔一樣啦。譬如呢一隻股票低位放大量，拋出嘅籌碼更多係散戶割肉出嚟嘅，醒目嘅就會喺度吸收帶血嘅籌碼。咁點樣證明大量嘅籌碼俾轉移到醒目嘅人嘅手裏面呢？咁就要睇第二日會唔會出大長陽線。好啦，第二日出現大長陽，成交量亦都放量，就驗證咗呢啲帶血割出嚟嘅籌碼交到咗醒目嘅人嘅手上。所以我哋睇升，然後股價符合預期一路上升。大陰大量放喺高位，往往股價會下跌；大陰大量放喺低位，往往股價會上升。咁如果將大陰大量放咗喺唔高唔低嘅位置，咁股價會升定係會跌呢？譬如呢一隻股票呢個位置出現大陰大量，更多係唔堅定嘅散戶喺度賣，而主力同埋睇好呢隻股票嘅散戶就喺度買，亦即係洗盤換手。咁點樣證明佢係洗盤換手呢？同樣睇第二日出唔出大陽線。好啦，第二日出現大陽線，代表洗盤換手成功，所以立價三可以上車。然後股價一路上升，打出3個漲停板。最後一種，如果將大陰大量放喺一個假陰嘅位置，咁呢個大量係洗盤換手嘅量定係出貨嘅量呢？如果出貨，咁第二日會繼續跌，最終會跌破呢條大陽線。如果係洗盤啊，咁大多數會喺前面呢條大陽線嘅上半部分就會止跌。咁點樣證明佢係屬於